有冇試過一句話講完即刻想收返？有冇試過明明想讚人，但講出嚟好似諷刺？有冇試過俾人話完口就窒唔識答？如果你有以上任何一種經歷，呢條片你一定要睇完，因為我遇到一個人，佢教我原來說話可以講得好舒服，又唔會傷害人。佢叫山川。山川係一間環保汽車改裝公司嘅老闆。作為老闆，溝通能力唔係 bonus， 係生存技能。我問佢點解咁識講嘢，佢話其實自己都衰過好多次，不斷失敗，不斷學習，先可以練成。佢補充，當中關鍵就係用一種大家冇傷害嘅演繹方法去建立彼此嘅關係。中國人話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，但山川教識我，禍可以從口出，但係福亦都可以。關鍵係